其實係咁樣嘅，好多家長會發現 BB 好易有濕疹、便秘、呼吸道敏感嘅症狀，其實可能會係由過敏引起嘅。當中食物敏感較為常見，而 BB 腸道嘅保護功能未發展完善，比大人更容易有食物敏感。當中對牛奶蛋白敏感嘅情況比較多。吓，咁你冇得飲奶奶咯？飲得，母乳其實係最好預防食物敏感㗎，同牛奶唔同，因為母乳裏邊嘅蛋白成分同 BB 所需要嘅係一致嘅，對 BB 幼嫩嘅免疫系統刺激少啲，敏感嘅機會就自然細啲啦。所以我哋都建議媽媽要盡量餵哺母乳㗎。但係我飲牛奶㗎喎。牛奶蛋白容易致敏，較好選擇係經臨床證實嘅 PHF 水解蛋白配方奶粉，只要及早防敏 ，BB 就可以快樂成長㗎啦。